有乜料就有乜客啊。咁如果你想有高端客戶，你就先要成為高端人。何謂高端市場？有品質、有品味、有品格。相當好。你睇到佢個財係個果，呢個嘅層次、格局、財商、生活態度。通常高端客戶嘅其中一樣嘢係咩？擁有 growth mindset、open mindset， 諗嘢反而比較簡單、直接同埋 easy 出成，要提升自己乜嘢啊？一個涵養好重要，一啲嘅生活態度啊，背後個 background search 啊，究竟個資產配置 good example、bad example 係啲乜嘢咧？跟住就要改變咩啊？自己嘅生活模式同社交圈子，自己嗰個 B 型係好影響緊你同啲咩人去升噶嘛？你攞到一個咩嘅生活軌跡，你睇緊啲咩嘅文章，接收緊啲咩信息，其實就會啟動翻你人脈個吸引力法則。上下啲發商堂啊、MCV 堂啊，你學嗰啲 product 啊、financial knowledge 已經係最甜噶啦。但係真正埋身去點一個高端市場嘅重心點，唔係喺呢個位，係喺你同一個人嗰個 bonding 嗰個位。